有網紅發表財經評論，吸引股民追捧。不過業界質疑部分網紅可能係受邀做正面推廣，有損股民利益。情況係點樣呢？證監會話正計劃針對金融網紅向持牌機構發布指引，能唔能夠有效監管呢？歡迎收睇時事多面睇。規管業界嘅證券及期貨條例喺03年起生效，定明廣播業者或者新聞工作者透過電視或報章等就證券同期貨合約等提供意見或者係分析報導都可以獲得豁免。不過有業界認為條例而家已經過時，點解呢？我想同大家講下啲財經新聞嘅解讀啊。邵志堯從事資產管理業務10幾年。9年前喺網上開設個人頻道，分享股市、樓市等財經資訊，吸引唔少人收睇。以前最大嘅難度就係話嗰個媒體邀唔邀請你啦，因為媒體就得咁多個啦，想上電視嘅人就好多啦。但係今天唔係啦，今天有好多平台啦，有 YouTube 啊，有小紅書啊，有好多唔同嘅媒體。你係可以做到你同你嘅客戶啊，或者你希望接觸到嘅人分享啦。咁以前係冇呢啲機遇嘅。除咗財經資訊，佢甚至會同網友分享自己做運動嘅片。咩都拍一餐，其實係希望將流量轉化做生意。我每日有片上啦，啲觀眾咧其實建立咗好深嘅關係。同佢哋聯繫得多嘅時候咧，其實好容易咧係可以做到一啲嘅線下活動啦。咁啊，做到線下活動嘅時候，多咗溝通嘅時候咧，咁啊有機會咧就可以將啲金融產品咧就可以推介俾佢哋咯。咁呢個就係講緊而家互聯網世界咧，金融市場咧好多嘅基金經理咧都係用呢啲方法咧係推銷佢嘅金融產品。上年最差嘅時候，不過每次發表股評嗰陣，佢就會跟足證監會要求，做好各種申報。究竟推介呢隻股票自己有冇自身嘅利益？咁所以成日你會見到嗰啲分析員啊，或者係啲 KOL 咧都會講啊，究竟你有冇持有呢隻股票？作出呢一個推介，你背後嗰個原因係咩咧？個 rationale 係咩咧？你要話俾佢聽個背後嘅原因係唔係一個合情合理嘅推算咯？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任何人冇向證監會申領牌照而積極推廣證券等受規管嘅金融產品，即屬違法。以往財經分析員一般都好守規矩，但係邵志堯留意到近年部分行家有唔同選擇。有啲人以前係有持牌嘅，因為佢唔想受證監嘅規管咧，調翻轉頭咧，索性咧係唔持牌，專登唔持牌，因為唔使受證監監管啊嘛。佢嘅更加可以暢所欲言啦，對每一隻股票做啲乜嘢嘅評價，佢嘅更加自由度更加高。如果佢牽涉唔到為股票買賣去收取費用嘅時候咧，咁佢唔持牌咧係更加自由度更加高咯。今日突發咗個直播。Fox 有大約15年會計經驗，曾經協助多間大型公司上市。佢喺大約4年前轉跑道，成為網紅。人到中年。咁就會想話喺我年紀變大之前，我係咪要有自己一啲嘅職業規劃咧？避免喺更遲嘅時候，如果我真係失去咗份工，咁會好被動。咁我喺嗰時諗就會係諗，不如我試下去創立一啲我自己嘅事業啦。考慮咗自己嘅強項弱項之後咧，咁我就決定咗做所謂嘅投資 KOL 啦。做咗網紅之後 ，Fox 機不離手，無論夜晚返屋企、機場等相機。一有靈感，佢就會對住鏡頭拍片或者直播。累積咗一班觀眾之後，佢不時收到銀行或者中介邀請。我哋喺作為投資 KOL 啦，我哋喺網上面都會有啲知名度啦。咁時不時都會有啲合作嘅。有間銀行係邀請我去做一啲話付費推廣啦。咁主要都係叫我話喂，不如幫我推廣下呢間公司啊。後尾就話可以付費嘅。咁佢一路都係用 Facebook Inbox 同我講嘅。咁我後尾我就覺得呢樣嘢唔合適，我就冇應佢咯。證券及期貨條例定明，冇相關牌照就唔可以積極推廣金融產品。不過每當 Fox 拒絕呢啲推廣邀請之後，佢都會見到有其他網紅喺網上做相關推廣，建議粉絲留意呢隻股票。Fox 懷疑部分人可能接受咗邀請。
喺一個即係公開媒體上面講一啲個人嘅觀點咧，其實就我覺得都係應該可以嘅。但係你話收人錢講部分嘅好處咧，跟住人哋聽咗之後，人哋唔知道你收咗錢咧，咁我覺得係有啲問題咯，即係有啲利益衝突喺中間咯。咁如果有損失，因為始終個問題就係話一間公司佢點解要喺特定嘅時點揾某啲人去推廣佢間公司咧？呢樣嘢本身就係一個值得去質疑嘅事情嚟嘅。Brian 曾經喺投資銀行返工10幾年，近年轉行之後，亦都有自己做功課買股票投資。但係佢留意到唔少股民都會跟網紅嘅分析入市。佢可以好簡單地用可能3-5分鐘，用一個 YouTube 嘅頻道或者以一個 Reels 嘅頻道出咗嘅時候，對好多嘅普羅大眾嚟講就可以容易啲去明白點解佢哋會有咁多嘅散戶嘅留意啦。最主要係因為佢哋可以好精簡地將一啲好難嘅專有名詞同埋好難嘅一啲嘅 concept， 將佢變咗一啲好容易聽得明嘅嘢。Brian 雖然本身係行內人，有較多金融知識，不過都曾經因為唔信網紅分析而輸錢。有機會我攞到呢個資訊，未必係我每一樣嘢都咁勤力，每一樣嘢都會反轉豬肚，當佢係一個講大話嘅人咁樣去做嘅。咁所以有時候我會攞咗啲錯誤嘅資訊擺咗落一啲我自己本身做決定嘅時候，咁就會因為一子錯滿盤皆落索出現過嘅，做出咗一啲未如人意嘅一啲投資。規管業界嘅證券及期貨條例喺2003年起生效，定明廣播業者或者新聞工作者透過電視或者報章等就證券及期貨合約等等提供意見或者分析報導，不論係咪收費都可獲豁免。業界認為條例過時。當時個時代咧係只係有啲報紙啊、電視啊同埋電台呢啲媒體嘅總編輯嘅角度啦，可能會對呢啲人咧嘅言論咧都會有啲指導嘅作用嘅，就唔可以誇張失實啊。所以當時個法例起草嗰陣時，本來係為咗個言論自由，所以就唔向呢啲廣播業界咧就牌照上嘅監管。但係咪時移世易啦？嗰啲收費嘅視頻啊、收費文章嘅平台出晒嚟啦，咁啊亦都講好多唔同嘅股票嘅評論。對於呢啲財經網紅嚟講，其實係冇任何規管嘅。證監會早前檢控一名金融網紅周柏賢，話佢涉嫌未領有證監會牌照之下，透過 Telegram 聊天群組經營就證券提供意見嘅業務。佢否認相關控罪，案件排期審訊。另一名金融網紅黃明忠因為未領有牌照，喺 Telegram 聊天群組入面提供投資意見，被裁定罪名成立，被判罰款1萬蚊。證監會亦都吊銷佢嘅牌照16個月。相信呢一個財經網紅嘅說話而去作出相關嘅投資決定，但係對於公眾嚟講，佢哋唔知道呢啲財經網紅有啲咩利益衝突啊，並唔知道嗰啲財經網紅咧究竟點解會講呢啲股票，有機會有個投機心態，好想以小博大，甚至會輸晒你盤身家。證監會回覆話，計劃向持牌公司發布指引，定明聘用金融網紅同喺網上平台推銷嗰陣應該遵循嘅標準。陳志華建議長遠應該加強監管網上財經評論。做得個券商當然揾一個fit and proper 嘅人去做呢個宣傳，但係有好多 KOL 係自己另立門戶去視頻平台啊、文章平台呢啲收費嘅平台去做嘢嘅，咁樣係咪呢啲人先至要值得監管呢？唔係話簡單最後叫一個評論者到節目結束嗰時，你有冇持有呢啲股票？係要更深入嘅監管去保障公眾嘅利益。證監會回覆話，會積極監察市場，防止出現任何不當行為，包括無牌活動同操縱市場，並會依照既定程序跟進所有嘅投訴，喺適當情況下毫不猶豫採取監管行動。時事多媒體今集時間夠啦，拜拜。